就係呢隻 Regal Green 濕敏膚啦。開頭食咗1個禮拜，發覺咧啲皮膚已經冇咁痕，唔使再成日拗，終於咧都有覺好瞓啦。咁 keep 住食咗2個月左右咧 ，feel 到啲皮膚嘅狀態開始穩定好多。皮膚唔痕之餘咧，唔會再出水流血。我有濕敏都超過10幾年㗎啦。每逢轉天氣咧，啲濕敏就會喺我手腳同埋條頸度出現，手腳同埋啲對接位咧痕到出晒水，拗咗成晚流晒血，搞到全晚都冇覺好瞓。嗰一晚直情係有一身蟻嘅感覺啊！發現咧有一隻 product， 佢係營養學家都推介嘅，就係呢隻 Regal Green 濕敏膚啦。開頭食咗1個禮拜，發覺咧啲皮膚已經冇咁痕，唔使再成日拗，終於咧都有覺好瞓啦。咁 keep 住食咗2個月左右咧 ，feel 到啲皮膚嘅狀態開始穩定好多，皮膚唔痕之餘咧，唔會再出水流血，連啲印都淡咗好多。Regal Green 濕敏膚成分入邊有超級食物螺旋藻，可以極速舒緩濕敏，提高身體嘅免疫力。我1個星期就見到有效果啦。佢入邊咧有美國專利成分 Hydrox， 係由天然嘅橄欖特製而成，咁比一般嘅橄欖抗氧化勁300倍，做到止痕、抗炎、修復，所以皮膚咧冇晒乾同埋紅，連甩皮都少埋。